感恩魔法100日挑戰第42日，今日我嘅目標係要寫書。我好感恩，我好健康，好有創意，好有活力，好有 source， 好有資源，好有耐力，好有行動力，好有愛。我係我自己，同埋我好願意學習。我好感謝阿仔陪我拍片，我個老公陪我成長，陪我創造一個美好嘅空間。我好感謝我個媽媽同我爸爸都好健康，我好感謝我嘅兄弟姊妹同我有聯繫，我好感謝我嘅朋友同我一齊成長，好感謝我嘅老師同學生都願意學習。寶貝。感恩魔法令到我哋生活得越嚟越有趣。如果鍾意就like、share同留言啦。拜拜。